陈教授，哎，他是不是醒了？你是不是眼花了呀？还没到我们设置的启动时间呢。陈教授，你快过来！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项目都已经结束了，怎么公司里没有记录啊？不可能啊！他不是把公司的拨款证明给我们看吗？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呀。他会不会在骗我呢？你快停车，要不然他会有危险的！小孩子玩呀。其实我是在保留实力。你有什么实力啊？他们都知道我吃烤肉有多快的，我这手还没拿，嘴还没张，烤肉就到我肚子里了。你过来一下。您的意思是，现在病患暂时还是没有到自首。从这个全身扫描的情况来看，还需要再观察一下。他们在昏迷之间有什么样的介护跟看护？有的，我们都有全程的护士陪护。那如果他们在昏迷中有任何变化，请您务必立刻我马上跟进，没问题。谢谢您的协助。夏同学，我是国家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我姓张，有件事想请教您一下，方便过来好吗？这些图片我想请你看一下，这是我们从你爸爸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截取出来的。根据图片的显示，拦他们车的是一个 AI。特征是蓝色的眼睛。一个 AI， 为什么 ？AI 受到阿西莫夫模块的限制，所以基本上它们不可能攻击人类。但是这个蓝眼睛的 AI 似乎是最新的机型，所以详细的状况我们还不清楚。
这是我的名片。最近，如果你察觉家里附近或是你身边有什么可疑的 AI， 不要怕，赶紧跟叔叔说，好吗？许教授，陈老师，哎，醒醒醒醒！许教授，陈老师，陈老师，醒醒醒醒！主任，主任，黎明，是不是他攻击了你们，然后跑掉了？不是，他提早苏醒了，自己扯下这些线走的。你们到底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把他的各项仿真生理阈值调到最高啊？调了，只是我忽略了一点，当他的动力数值调到最高的时候，竟然会直接影响他苏醒的时间，真的很抱歉。算了算了，没关系。可能是他不愿意再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继续混在一块儿了吧。他会逃到哪里去呢？我真是担心他要是跑到大街上，把别人吓到了，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继续找啊！在 AI 管理局把他发现之前，赶紧把他从大街上给我找回来。是，去。喂，啊，我已经在公司了。啊，我看到周叔说。哎，浩轩，你妈请你等她一下先。她不是我妈妈。啊，浩轩，你先进去吧，我在这等你。哎，浩轩，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拔丝地瓜，等你忙完出来吃好吗？拔丝地瓜凉了就不好吃了，你们先吃吧。大嫂，对不起啊。没事儿，这不是你的错。一般让孩子接受后妈，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浩轩心里，一直在等他妈妈回来。如果他这么快接受我，还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妈妈。大嫂，浩轩能有你这样的妈妈，太幸运了。要是浩轩心里也这么想，那就好了。你好，我是 NSC 100系列249号。你是机器人？是的，我该怎么称呼您？我叫陈浩轩。尊敬的浩轩，请问你是要来进行 NSC 100系列第3760次测试吗？你知道我要来测试你？是的。你要来测试 NSC 100系列产品是否可以理解人类指令，并与其进行无障碍沟通。你知道我要来测试你，那我还需要测试吗？需要的，因为经过你的测试，可以增加我的沟通技巧容量。沟通技巧？你是说怎样和人类聊天吗？是的。学习人类的语言，具备日常绘画能力，增加对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了解。机器人只是一台电脑，只要推理能力好，为什么要和人类一样？尊敬的浩轩，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你手受伤了？
不是机器人吗？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在乎我受没受伤？尊敬的浩轩，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问题，我可以换一个方式询问你，请问你会痛吗？你有痛觉吗？你懂什么叫痛吗？机器人不是没有情感的吗？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你说话呀！对不起，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对不起？你懂什么叫对不起吗？你只是被输入这个语言指令。你懂什么叫请？你懂什么叫谢谢？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你应该没有灵魂，没有感情的呀。你为什么要像那个女人一样，假装关心我，假装疼我？你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乎我。你不要再假惺惺的了。360手机助手，打给长安。阿南，爸爸叫人送晚餐给你，午餐你在学校吃，然后自己弄早餐，可以吗？我已经在弄了，爸。爸爸现在没办法送你到离开学校比较近的地方。如果你要自己弄早餐的话呢，就要早点起床，吃完早餐，然后出门自己坐校车，知道吗？啊，礼拜4的晚上要去舅舅那儿看牙，不要因为爸不在你就偷懒不去看哦。还有，记得帮爸爸的盆栽浇水哦。爸，你好好照顾妈妈就好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以及你的盆栽。我要迟到了，你看，爸不在，真没人管你的上学时间了。您还说呢？要不是您老不给我办手机，我早就可以在路上和您边走边聊了。哪还会迟到？跟你说过，你在发育，手机那种电池波很强的产品对你不好。好，爸，我快迟到了。观察它是否能融人类的社会。投放地点：玉贤高中。我的学校里有 AI。
什么？没有啊。走了。你昨天怎么没来上课啊？打你家里电话也没人接，想帮你送作业都没办法。对了，我记下你新手机号码。我不用手机。真的假的？你是刚回国还来不及办理吧？爸妈不让我用。叔叔阿姨这么古板啊？他们可是科学家呀。所以昨天也没来上课，他到底知不知道开学了？你也不在，我害得我一个人好无聊。你昨天到底干嘛去了？我昨天去医院了。医院？你没事吧？是我爸妈住院。前天在我市科技园区附近发生一起车祸，受害者为 RE 科技公司的2名研究人员。据现场目击者称，此次意外的发生可能与人工智慧机器人他们是叔叔和阿姨吗？干扰驾驶有关。根据国家 AI 管理局的消息指出，此次造成事端的 AI 似乎并未登记。难怪前天班主任把你叫出去，你就离开学校了。他们严重吗？现在好点没有？还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名 AI 因为新型产品，监控影像拍摄到它拥有蓝色眼睛，和现今市面常见的红色眼睛 AI 不同。此次 AI 相关案件，关于 AI 在伦理道德和智能安全方面的问题。长安，长安，在查自家的事情。长安，长安，你还好吗？我没事。大家知道消息都很担心你。这样是吧？长安，你可算回来了。爸爸妈妈不在，你一个人你现在到底怎样了？伤势严重吗？怎么会这样？各位记者朋友们，先给长安一点位置让，好不好？AI 管理局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我也不清楚。你家里到底现在什么情况啊？360手机助手，请搜寻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网页。这个 AI 是哪里出错了？随玉，没来吗？这个 AI 会不会是他？哎，随玉，你来了。哎，没想到咱俩真的一个班啊！那也算是我好球友啊。对呀，好久都没跟你一起打球了。哎呀，我当时好想念你的球技啊！你现在打球怎么样了？你多久没打球了？有2个月了吧？那明天我们一起去打。好啊，好吧。哎，长安，我之前跟你说的就是他。如果说我球技天下第一的话，他可算得上是第2。哎，随玉，你俩认识一下，这我初中哥们。你好，我叫随玉。这位是我们班的随玉同学，因为前几天家里有事情，所以没赶得上我们开学。大家请多帮助他。大家好，我叫随玉。随玉，你自己也要积极去借别人的课堂笔记，好能赶得上大家的进度。可以回去签到了。我们今天这堂课先进行一下上一单元的题目小测。题目发给你们，打开电脑接收。随玉，你也可以尝试写写题目看。
来，我们家温爽。哎，苏萌。哎。子玉，老师说你身体不舒服。没事啊，只是有点咳嗽。那你就不能喝冰的，我的是热的，喝我的。哦，谢谢你啊。没事。那个新来的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敢喝我们老大公主的饮料啊！找死啊！我刚才听说老师特别把他叫过去，你们知道说了什么？好像是他生病了，不能上什么游泳课。到底真病还是假病？我看他吃的倒挺多，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这个叫记。刚刚看见你从卫生间里面出来，没事吧？你吃多了去拉肚子吗？我没事，陈同学，谢谢你啊。你看起来那么单薄，唇红齿白的，吃那么多都吃到哪儿去了呢？啊，陈同学，我吃的多，但是消化的不多。谁在跟你讨论你的消化？我跟你很熟吗？难道不熟吗？我们不是同班吗？凭你，有资格跟我熟吗？这在拍哪出戏啊？哟，这不是我们班的最佳苦情男主角吗？这有什么意思？我没想到你这么卖得刷存在。爸爸妈妈出事儿还不够你在校外招名声，现在还跑这儿来凑热闹，你无不无聊？怎么？忘记？看什么看？给我上！你们挡到我了。朋友挺多的嘛，随玉。我们走。谢谢你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们又挡到我了。哎，你叫陈浩轩是吧？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我请客。我吗？啊，走啊走啊走啊！欢迎光临。待会走吧。2杯咖啡。25元，请付款。哎，我说，你当真什么都不点啊？我请客哎。我不吃这种东西。你们到底找我来干嘛？还能干嘛？交朋友呗。我们是同学，不是朋友。我回去做作业了。这个人天生就这么古怪。可能比较内向吧。你到底怎么惹到程杰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惹到了。要是我和陈浩轩都没赶到，程杰真的把你揍了，你会还手吗？不会啊。为什么？他们有3个人，我就只有1个人。如果我还手的话，他们肯定会揍得更厉害吧？那你就白白挨揍。不会啊，我现在不是好好坐在这里吗？还多了你这个朋友。我们是同学，不是朋友。你爸爸今早出差，没办法亲自赶过来，但他还是很重视你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都尽管告诉我。249是我们明星科技所研发所有 AI 当中学习能力最强的。它不只是学习东西的快，而且在它犯错以后，经过校正，都不会再犯。你爸爸已经把他的感应系统跟你的联动装置做好了连接。也根据你的喜好下载了好多活动的程序。他知道我喜欢什么吗？当然，不相信的话，你去问他。249，开机。您好。你都会做些什么？尊敬的浩轩，我会解数学题目，做化学实验，下围棋，
也会写程式语言 JavaScript。若您需要添加其他功能，您可以直接指挥我，或是指挥360手机助手输进我的应用程式中。那你会跳舞吗？尊敬的浩轩，我不会跳舞。那我教你吧。360手机助手，播放舞曲音乐。请问要播放什么风格的舞曲？街舞。All up in my feelings, doubled up on the shot. Got me feeling some type of way. Told you I hate you, I don't mean it.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I got is the pain that you've been feeding. Faded, faded, faded. All because of you and my current situation. Try not to think of you, not to break the rules. But it always happens when I get this way. Just can't stop myself. If by chance you're laying next to someone else right now, girl, I hope it's the worst sex ever. Yeah, yeah. Hope it's the worst sex ever. 浩轩，你什么时候学会跳舞的？249，刚刚动作你都学会了吗？249的运动神经跟它反应的装置，现在应该还跟不上你的速度，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没关系，我们慢慢来。OK， 重新启动。 5、6、7、8，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浩轩，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请跟爸爸说，249的学习能力很强，只是创新能力还有待改善。OK， 没问题。哎，你爸要知道你跳舞这么厉害，肯定很开心。请不要跟我爸爸说，他知道了不会高兴的。浩轩，我跟你说，你爸他真的很关心你，他每……玉玉，回来啦。这第一天上学怎么样啊？老师和同学还好吧？挺好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挺好的。之前也打篮球，同学也同班呢。啊。你这怎么又咳嗽了？这是？没事没事。快喝点水。早上上学的时候咳嗽不已经好了吗？怎么这又严重了呢？80%是和同学吃冰淇淋边咳嗽的。玉玉，妈妈知道你想跟同学尽快热络起来，但不能为了这些去做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事儿。今天2个同学对我挺好的，我想感谢他们，所以就一起吃了冰淇淋。喝点水吧，来，慢点。玉玉，你下次把朋友带到家里来，妈妈烧菜给他们，替你谢谢他们好吗？好。上次体育课害你输了，这是请你喝的饮料。那个叔叔阿姨他们还好吗？
我不是要撕你们家的事情，只想告诉你，我真的很想帮你的忙。我的爸爸妈妈也会关心叔叔阿姨的，真的。我们爸妈认识吗？我们爸妈是大学同学，我的父母留校了，叔叔阿姨去了2·1。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张立群，快上课了，你走不走？来了。哎，所以你知道我的小名叫安安？是啊。既然你爸妈跟我爸妈认识，那他们现在还在研究人工智能的课题吗？对啊。太好了，那你能帮我找一份相关资料吗？我爸妈现在状况不好，不太好麻烦他们。那还不容易？谢谢。走了，拜拜。拜拜。没事吧？没事。谢谢。这个用注意一下，要不然我去帮你拿送。没事，我擦擦就好了。随月，开学这几天你去哪了？啊，我去我姥姥家了，因为姥姥生病了，所以就和妈妈去了一趟。就一直待在姥姥家，哪里没去？啊，是啊，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嘛，那边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就多陪陪她了。那周一开学你又去哪了？不是还在姥姥家吗？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没事，随便问。好，可以啊。哎，我，小常啊，你干嘛呀？我又不是故意的，所以好不容易才把衣服弄干净。哎，算，没事。而且常也不是故意的，我一会儿整就好了。万一我就是故意的呢？常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小常啊，你吃到炸药了，你是不是想吵架呀？随玉，你应该没有找人吵过架吧？没有啊，同学之间吵架多伤和气啊。我怀疑你是脾气太好，还是太乐观，或者是根本没有情感。小常啊，你怎么这样说话？小常啊！随月，其实长安平时不是没事挑事的性格，他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的事，还有那件 AI 的事，弄得他情绪不好。你别跟他置气。没事，你别担心，我觉得他人挺好的，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帮他解释吧？你知道就好了。那我先去上游泳课了。你今天请了假，就好好在教室休息。好啊。拜拜。哎，有人吗？有人吗？喂！它们被水淹没时会自动关闭模拟呼吸功能，不会像人类一样有应激意识、慌乱紧张。它们能在水里自如地眨眼、屏息，停留很长时间。
夏长安，是你推我下水的。为什么？我没想到你跟程杰一样捉弄人啊！随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隋同学，你这是刚掉进水中央吗？啊，是，刚才我路过游泳池，被溅湿水了。既然上体育课要游泳，你们就应该多备一套衣服啊。啊，因为我感冒了，不能下水。你赶快回去换衣服，别让病情加重了。去吧。谢谢老师。这倒是个好借口，你放学之后去他家一趟吧。我肩胛提起。为什么？你刚才整堂英文课都一脸欠了别人好几百万的样子，想也知道是为了今天中午的事情后悔的吧？你去找他和他道歉，大不了明天还是好兄弟。宛在水中池，蒹葭采采。你是？阿姨好，我是随意的同学。哦，同学啊！啊，玉玉，快，有同学来看你了。阿姨不用了，我就过来看一下，我还有点事。哎呀，不要了，进来吧。本来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还是早点起来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嘛。你先进来，先聊着啊，我做东西给你们吃。哎，快下来，吃完东西再走哈。进来吧。本来是丁伟来看你的，但是他报的篮球社有场测试比赛，所以我就来了。麻烦你了，也帮我谢谢丁伟。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对不起，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知道 AI 是不会生病的。长安，你没发烧吧？249，知道你的目的地吗？知道，3000渠区夏威夷路13楼7号。知道客户的名字吗？知道，江丽萍女士。好，在服务期满之前，我会给你新的指示。好的。OK， 现在出发吧。嗯。
在我爸爸公司遇到的那个机器人，他居然比我更像人，比我更有感情。这很怪吧？小时候，爸爸过敏，还把你扔掉，幸好是妈妈坚持，才没把你送走。我知道，你也很想他，对不对？后来，爸爸还哄我，要给我买一个真的电子的狗，和真的小狗一模一样，比它更聪明，也没有那么多的毛。可是，电子狗怎么能和你相比呢？它的感情都是假的，我很后悔没有给你取名字。因为有名字的才是真实的。你是说那个教室的 AI 跟我长得很像，所以你才怀疑我的？你知道一个人和我长得很像的概率有多小吗？主要是太巧了，那出事那天，刚好你也不在，而且你对大家都很好，好像谁惹的你也不生气。所以那天吃饭你找我茬也是这个原因咯。我是觉得你不是故意的，所以我才没生气啊。结果你试不出来就把我推泳池里了。推泳池是我以为 AI 进水之后会有破绽。怎么说呢？就是跌到水里之后，它会关闭它们的模拟呼吸生理技能。还有上次你脱衣服处理那个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开关呢。你说这个呀？这个是小时候被烫的疤，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看我会不会关机？你来试嘛。骗你的。玉玉，让同学留下吃完晚饭再走吧。不用麻烦了，谢谢阿姨。他叫夏长安，和丁伟初中时就认识了。丁伟就经常来找我打篮球那个丁伟。你叫夏长安？对。你爸爸在RE工作，你妈妈是袁和晴是吧？你爸妈不是把你送到国外去了吗？他们在国外的项目结束了，爸妈就回来了。玉玉，送完同学早点回来，外面天黑。阿姨再见。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爸爸之前是RE的研究人员，我妈妈也在RE待过。2年前，我爸爸去国外研究一个 AI 项目，那个 AI 不仅高度拟真，而且心理层面也有自主意识。当时妈妈极力反对，她说 AI 就应该像 AI， 不能像人。但是2年前，爸爸去国外，就没有再回来。妈妈因此辞去RE的工作。这件事情，本来叔叔他一出车祸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的。是吗？那怎么不说？只
是当时觉得跟你不熟吧。所以，谢谢你今天特地告诉我这件事情，也谢谢你愿意不计前嫌，还把我当哥们儿。那阿姨有没有跟你提起过送001这个事情？尊敬的客户，请问您是江丽萍女士吗？啊，我是。哎，真不错啊。尊敬的客户，您于昨日下午15点37分通过360手机助手的明星科技 APP 预订了 NSC 100系列的陪伴服务套餐，时长为1个月。请问江丽萍女士需要激活此项服务吗？我要激活这项服务的，我也知道，如果我要更改服务项目内容的话，必须拨打你们明星科技24小时服务电话，这些我都知道。来，进来。尊敬的客户，你预订的陪伴服务套餐已激活，终止时间为2050年10月4日下午16点37分09秒。看来你这孩子还真够尽责的，非坚持要把这些话给说完。行了，我都知道了，进来吧啊，进来。尊敬的客户，你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就叫我妈妈吧。妈妈您好，请问您想要怎么称呼我呢？那还是叫宝贝。妈妈您好，我是宝贝。明星科技温馨提示，请您用你的身份识别证输入识别系统，我就能。用户已确认为江丽萍女士。江丽萍女士，我已为你所有。好的，真是乖孩子。很抱歉，妈妈，我不明白这个动作指令的意思。哎呀，看来你们公司呀还没改进这一点呢。其实我这个动作呢叫做摸头，表示你很乖、很可爱，喜欢你的意思。好的，妈妈，我已将这个动作指令记录为我很乖，我很可爱，喜欢我的意思记录了下来。那么，妈妈，当我接收这个动作之后，我要如何回应您呢？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哎，如果你能笑一下，那就更好了。好的，妈妈。看来你的确比较聪明，太好了。来，这样我带你认识一下家里的环境。请问妈妈，我收到这个动作指令的时候，我要如何回应您呢？你就这么让我乖乖的牵着，我带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好的，妈妈。走吧。所以你以为我是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人，也是那个001？ 001这个项目，跟你说的一样，是一个完全仿真的 AI， 被投放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也怀疑爸妈的车祸跟他有关。如果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人，就是投放在玉贤高中的001，那这个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我不会坐视不管的，这件事我一定帮你。主任，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定位到00的准确位置。002的新闻出来之后 ，AI 管理局在用全球定位系统晶片查找的大街上游荡的 AI。002一定是把藏在身上的晶片给摘了下来，然后找了个地方躲起来。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数据还在不断的传回到实验室，他一定是有什么企图，希望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最应该优先思考的就是，他为什么要逃走？
徐教授，他逃走那天是几点钟？早上8点。那我们一般主机资料备份的时候是几点？早上9点。赶紧查一下他逃走的时候到底复制了什么东西。先发昨天的试卷，第2名，112分，夏长安。最后一题的证明写得太简略了。你怎么去了趟国外回来之后，数学变那么好了？这次的第1名115分，满分加15分的附加题。陈浩轩。你瞧，还有更厉害的。我现在把大家的试卷统一发送给大家。陈浩轩，你可以把最后一题的解题过程写给大家看看吗？你不用拿试卷看原本的题目和你写的解题过程吗？我记得。同学们，请看黑板，看看自己写的和陈浩轩写的有什么不一样。哇，这都没人呢。夏长安，还没决定报哪个社团吗？枉费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多，怎么密码社一个人都没有？陈浩轩，密码社需要高超的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你和夏长安在咱们班数学成绩最好，加入密码社。所以这个社团主要算数学吗？差不多，但是比在课堂上讲的更有趣、更多元化，面向更广。啊，老师啊，谢谢您的推荐，但是其实我密码社的活动区域就在咱们学校最旧的那栋楼，社团活动迟到的话，也会计算在学期成绩里。周5见。可怜的长安，你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同情。还好我有远见，已经决定去篮球社了。哎呀，周5去密码社的时候记得穿件外套，冷。你不要高兴太早。嘿。啥？夏川，我觉得你数学挺好的，不过你还是差我一点。你是挺牛的，但是他就不行了。你不行，可能会应付不来。你才不行呢！你再说一遍。不行！我告诉你，你才不行！你不行！来，宝贝啊，你看看，这就是你的房间了。你呀，可以在那儿看书。你喜欢读历史故事，妈妈这次连世界史都给你买全了，够你读的了。你们这一代宝贝，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有平板可以玩，但这东西玩久了对眼睛实在不好。你喜欢玩这样的益智游戏，不如呢，咱们玩真的，妈妈陪你玩，好不好？好的，妈妈。去试试这张床啊，够不够软啊？好的，妈妈。妈妈，这张床垫非常的软。我就说了，这些你都会喜欢的。叔叔阿姨还好吗？没事儿，我妈明天就能出院了。只是最近 AI 袭击人的事件越来越多，心烦得很。还是没有找到那个 AI 吗？别心急，总会有办法的。
信不像。那陈杰呢？把001投入人群中，就是为了让他融入人群。陈杰应该也不是，他太招摇了。也对。哎，你觉得苏萌是不是？她不是大家公认的小仙女吗？哎，仙女可能是机器仙女嘛。哎，你觉得张立群呢？他如果是 AI 的话，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帮我们找资料？那样不是把他的缺点全部暴露了吗？哎，你想想，丁伟是不是？丁伟，哎，虽然我跟丁伟是兄弟，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设计一个机器人，设计成丁伟这个样子，真的行吗？哇，这么旧的机器，现在还能用？2016年呢，那时候我爸妈还是小孩呢吧？哎，你别说它是古董，在那个时代可新潮了。也对呀。哎，哦，这个可帅啊！它完全能给 AI 充电呢。但是咱们学校没有 AI 啊。哎，你想，万一以后我们有 AI 老师呢？同学们好。老师好。好。嘿，浩轩，你和长安数学比我好，以后你就要多照顾我了。随意跟你说话呢，你没有听见？我听见了。还有，你挡住我面板了。听见了你也不回个话。他说话我就一定要说话吗？哎，陈浩轩，你不回话，你至少说一个恭喜发财啊！毕竟我还请你吃过冰淇淋呢。上次是你们两个吃，我没有吃。你这人怎么这样？能不能跟个机器人似的？日前，造成科技人员车祸的新型蓝眼 AI 仍在逃窜中。由于这枚 AI 乃全新科技制成的产品，产品实际的功能仍不明确，其动机与接下来的动向皆难以预测。AI 管理局表示，希望广大民众多加注意自身安全。若发现任何可疑的机器人出没，请务必及时向管理局举报，以避免 AI 做出任何伤害人类的行为。随着年初，R1科技公司初级意识模板的推出，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应该朝向完全类人的科技道路发展？正反方持续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你来我往。妮妮，妮妮。妮妮，小心啊！谢谢，谢谢你啊。妈妈，大哥哥的眼睛是蓝色的。新闻上不是说 AI 是会伤害人的吗？我们这几天在医院都没有管到你，你这2天在学校怎么样啊？学校不就那回事吗？要真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交了个好朋友。是吗？安安那么可爱，肯定会交很多好朋友的。他说他还进了密码社，外物那么多，如果影响学业，我可要生气了。其实我进密码社还有在研究一些关于 AI 的事。对了，上次来你们俩那个 AI 是不是你们的产品啊？它有没有自主意识啊？说真的，我真的
不知道他跟阿姨有什么关系？妈妈觉得最近机器人总是出事情，不想让你再玩这个很危险的东西了。啊，我也就随便问问。你去哪儿？我忘记了，我妈要我去我姑家拿个东西，我先走了。你只顾着当样子，我们怎么办？哎，张轩，我们球打不了了，要不要加入我们？我不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你又没给过我任何东西。班上没人敢堵我的话，你敢堵我？哎，陈小轩，他们队2个人，我们3个人，你加入他们，我们就可以比赛了。哎，你什么打算？1、2、3，1、2。怎么样？好，来，来吧。你站在那儿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游戏机呀？没人操纵你，你就不会动了是吗？哟，不错嘛。站着！你这小子不错，还知道假装传球给我来骗对手进攻。别说了，我在这里摸得你眼皮了。哦，打得不错啊！你打篮球打几年了？我第一次打。第一次打？不可能吧！第一次打有那么厉害？我刚看你们打了一遍，我就会了。001在玉贤高中的适应状况怎么样？似乎还可以，但仍然需要多一点时间观察。我以为您现在急着要找的是002，为何问起001？002在逃走之前，他复制了001和002所有的资料，甚至是我们跟国外的通讯记录也全都复制走了。所以我猜想，他如果逃走，就一定会先找001，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毕竟只有他和001才是唯一的同类。但找了001之后要做什么？根据我观测到的各项数据，它现在的耗电速度远远大于我们事先所设计的，甚至要快上几倍。我不知道它的系统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不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它很可能会倒在半路上。我可以派出一些上一代的 AI 去把它找回来，他们找自己的同类，绝对比我们的速度要来得快。A2比 A1是聪明太多了，他现在已经是个超少年，就好像他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去改变他自己身上的 AI 特质，比如说把他的蓝眼睛变成黑眼睛。不如把001
002的照片传给红眼 AI 吧，这样找起来最有效率。这是个好办法。不过在下达指令给红眼 AI 之前，一定得告诉他们知道，在抓捕人的时候先扫描对方的眼睛，确保不能够抓到人类。对不起，我忽略了，有人长得跟002一模一样。这次抓捕行动一定要确保不能有第三方在场，绝对不能曝光。4、5、6、7、8，再下去。他会再喝一口水。和他说话，他没反应；逗他开心，他也没反应；让他生气，他还是没反应。就连吃饭也像身体里装了程序一样。他数理化成绩那么好，打篮球也打那么好，而且看我们一遍就会了。该不会是装了最先进的学习程序吧？你们在看什么戏啊？看得这么起劲儿？你们怎么不继续观察冰块吃饭了呢？我没有观察啊，我忙着和人打呢。我们也不是观察他，就是觉得他吃饭有意思，所以多看了几眼。安哥，你之前请我查的那些资料，绝对不是因为你对 AI 产生了兴趣。我想，我知道你要干嘛。那你说一下干嘛？找出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 AI 是吧？是。那个 AI 不是连 AI 管理局的人都没找到，你怎么这么肯定他就在我们学校里？你有听过叔叔阿姨提起过001的事吗？我刚才看见陈杰那帮人堵着陈浩轩，说要跟着他们，还会帮他们撑腰。你猜他们怎么说的？该不会答应他们了吧？没有，结果那个冰块顶着一张万年不容的冰块脸说：“我的腰又没受伤，为什么要撑着？”你不知道当时陈杰的脸有多难看。我承认他数学好又毫无感情，思维方式和正常人类完全不同，但这真的能证明他是机器人吗？就算他是机器人，他身上有没有疑似开关的胎记或者疤痕呀？开关可以藏在衣服底下，很多人从出生就没有什么印记，我就这样。如果001它的创造者也这样想，不给001任何的疤痕。再说了，本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接近人类。你当然可以这样解释，就算他说他昨天第一次逮着的事情是真的，他真的有本事跑这么快，快的能够阻拦叔叔阿姨的车。唉，安安哥，我很担心你因为叔叔阿姨的事情变得太疑神疑鬼的了。为了保护我爸妈，我还嫌我做的不够。要想让我完全不怀疑陈浩轩，我和随玉还得做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你之后就知道了。水，这是化学物品。灭火器，郝轩。随玉、夏长安，你们3个没有受伤吧？没事没事。大家也都没事吧？我们的粉被调包了，
什么？谁调包的？